나서 나한테는 대 저 잘남 비니 신신 난겐게首 대세 先 고민인데 주마다 주문 넘버 소리 要 다다 向殊胜的僧团 고로 고문한 게 所有的 내가 僧众们、 소리야 尼 아니 众们， 뭐라 还有所有的法友们， 섬지 这是的需要인 首先问候大家这系列类 나한테는 吉祥如意， 상면 쓴 것도 가리다 상면 쓴 것도 와 大家应该都听得到吧？ 어나 好的， 다 드린 것을 봐봐 들려야 되네 다다 가상 못윈다 가상 디가래 我们今天主要接续 폴로 之前 판기 上一堂课讲到的内容， 규르 也就是디나로레야 아니 这个玄奘大师 개변양의 他所 나로레야 翻译 아니 的 긴두기 대 나로레야 一部宗论论里面呢，就有提到 다음이 说， 된다 세난 장도 야나진 두즈미 딘바게 된제겠다 초바르 在佛涅槃 제세로 之后， 된제 시흥거레스 那么当时呢就分为了4部。 다 대세 시부디 那因 가다 为见解 시비나 还有一些戒律上的观念的不同，所以就分成了4部。那主要是哪4部呢？ 아니 데레 루이소 타고베소 왕도 테베소 这也就是龙象众、边比众、边比众、多闻众，还有大德众。 다 텔레야 드시 갸베 드사네 다다 다다 슈누치라게 걸 양상 규티 제바 아니 那么 양상 依 쾅 据 잉어로 这 퀴지사 个玄奘大师的亲传弟子，也就是窥基大 슈누치라게 师， 걸 제장 他对于 디나로야 这个 아니 异部宗论论所写的一部论著解 소데 释。 시부텔이야 那么 아니 在窥基大师的这部著作当中， 숨 就对于这4种呢 드시 有不 갸베 同的说法， 니바 主要 데레 有3种。 那么前2种说法， 我们在上一堂课呢讲过了。 숨버디 那么接着是进入到第3种说法。 所以第3种说法也就是说对于4众是怎么来区分的？它是说是依据了凡夫跟圣者，或者说修行程度的不同来区分这4众。 所以这里提到4种的分别，是因为有的是凡夫，有的是圣者，或者说是透过了修行程度的不同而有区分。首先，那什么叫龙象众呢？是指说在僧团中呢，最喜欢争斗的那些僧众。 那为什么他们称为龙象众呢？那是因为他们总是当那些破戒比丘的一个靠山，或者说总是与恶人为伍的人哦，所以就像是龙象那般的凶猛，然后让人害怕，所以叫龙象众。那什么叫边比众呢？那一般我们说边比是指说很偏僻的地方，然后是没什么发展的这样的偏僻的地方，叫边比众。那么就第3种说法来说，指的是他们耳朵不听闻佛法，口中呢也不宣说佛法，还有心念的行为也背离正理正法的这样的人，就称为叫边比众。那第3种，第3个叫多闻众，它指的是戒律圆满、清净更具足的凡夫，然后他们透过了这个依靠了广泛的听闻佛法来做行持。那么虽然说还没有证悟但是他们仍旧的是依教奉行，所以这样的人就叫做多闻众。再来第4个大德众，第3种说法的解释是什么呢？是说他们是具足这个圣者的智慧，能够随顺法性，
而且亲证这个真实义的，就称为叫大德众。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四众，他们由于他们的意见的不同，而且是有相互的一种争论的情况，所以呢就分裂成了四部众。那最主要是对于这个大天比丘他的武士哦，有不同的一些解释，所以呢就分成了四部众。所以其中有两部分的人呢，就是支持大天的，那另外两部分是不支持大天的。所以总之就这样分裂成为四部众。所以这是依据窥基大师所写的这个《一部中伦论述记》里面哦，对于四部众的这种三种不同的一个说法，这样就讲过了。那么接着我想说一下是现代学者的一些说法。那现代学者说法又有一些不同。那么，那么现代学者的说法主要依据的是什么呢？是主要依据的是地域哦，就是这个地方的不同来区分的。那这里所谓现代的学者，主要是指说在这个现代的民国时代的应顺法师，还有呢日本的一位佛教学者叫做平川章等等这些学者啊，他们的看法，他们是将这个地理学还有部派佛教的发展，然后结合起来做研究。他们就发现到，这个异部宗轮论所说的四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地域性的一个差别。他们发现的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首先就是说，东方跟南方的地区，那这里是指印度啊，当时的东方跟印度的南方，这些地方的僧团呢，主要是主张要改革的、要变革的这些僧团。所以可以说呢，他们就是这个大众部的前身。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大众部，但是呢，可以说大众部的前身呢，就是这些僧团，就是在印度的东方跟南方主张变革的这些僧团。那么在东方跟南方的这些僧团呢，呃，这两个团体哦，它都是支持大天武士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佛教的在见解上也好，在各方面，就这两个团体、这两方的这个僧团都觉得是主张是要必须做一些改革的，这样的东方派的僧人。所以这里面最主要就是龙象众。那么这里龙象众呢，它主要地区就是在中印度的东方，也就是在摩羯陀的首都华氏城，还有这个毗舍离那一带。然后这些僧团呢，就在这样的地区，主要是在恒河中游跟下游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哦？就这些地方都是这个孔雀王朝，当时是孔雀王朝的，可以说是政治还有文化的一个中心。那么在这些地方的僧众多是这个
名望比较高的，而且人数也比较多。同时，他们也都受到当地的这些王族，还有当地的百姓的这个直接的一个护持，所以在政治上呢，他们有一种，他们是非常有势力的，是不可抵挡的具备这样的一种势力的。所以呢，他们就被称为叫这样的僧团被称为叫龙象众。再来是边比众，边比众来说呢，它主要是在南印度，是在这个安达罗地区，现在似乎就叫做安达罗省哦，这样的地方，还有包括了西南海岸一带。总之呢，它是远离了恒河文明中心的，它主要是属于在佛教新近传入的这样的地方，所以被称为叫边地这样的地区。所以这里说就是在这样的南印度哦，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也就是边比众所在的地方。那么在边比众的这个地区哦，那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从西方的，就是上座部，印度西方的比较保守的一些上座部的他们的角度来看，从他们这些僧人的这个眼中角度来看哦，他们来看的话，就是说在这样的边鄙的地方的，也就是说印度南方的，也就是佛教新传入的地方，这些的僧团都是比较新的。他们呢的特点就是梵语是不是很精通的，而且呢，他们也不很敬重全部的学处。譬如说，在律典当中有提到皮革士，在这个里面，那就有提到说，在比较边鄙重的地方，他们就可能可以穿着这样的皮革，所以他们的这个学处或者说他们的戒律哦，都是有一些稍微有不同的。但总之，在保守派的，就是在西方的上座部的僧人眼中来看哦，在南方边地的这些僧团哦，他们是比较就是看不起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名称，就是带有贬义的一个名称来称呼他们，就称他们叫边比众。但是实际上来看哦，呃，这一群新兴的僧团，他们其实是致力于改变的一种新兴的力量。之后我们看到大乘佛教在南印度哦能够兴盛起来，那个种子哦，就是他们，就是从他们那个时候播下了这样子一个种子的。所以无论他们是在见解上，或者在修持上、戒律上啊，他们都有像是一股新兴的力量是一样的。譬如说，还有当时有一部我叫做智多山部，就是这样的一个部派，就是他们。就我们之后讲到大乘的时候，还会再提到的。总之呢，我们看到这里先谈到的是在东方，还有在南方，就是有龙象众，还有边比众。然后再来两个呢是西北跟西方的地区哦，比较是保守的僧团。所以刚刚谈到的，首先在东方的跟南方的，他们是比较主张变革的东方派哦。那么接着呢，后面两个在西北跟西方的，这是比较保守的了，他们是上座部的前身。那么这两个团体，就后面两个叫大德众哦，还有多闻众呢，他们比较是守护传统的，而且他们主要以研究阿毗达摩为主的。
所以他们这两部就统称为叫西方派，相对于前面比较开放的叫做东方派。那么在这个西方派里面啊，首先是大德众。那大德众呢，他们在的地方就是在中印度，还有西部，就叫木兔罗这样的地方，还有像在西北的加什米罗、克什米尔啊，或者是犍陀罗这样的地方。那这些大德众他们所在的地区哦，地区有什么特点？是他们在西北印度嘛，所以在当时呢，那些地方是传统文化还有戒律学处都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西北印度的这些僧团当中的这些长老们呢，也都被称为叫阿罗汉。总之，他们是受到像天人一般的敬重。他们是致力于守护传统的戒律，然后而且呢，一心是这个专注在阿毗达摩的研究上，所以后来也成为了说一切有部也就是这个说一切有部主要弘扬跟发展的地方。所以总之呢，就是说后来所谓的上座部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弘扬发展开来的。所以总之，这是大德众他们所在的这个中印度跟西部或西北部，是比较保守的这些上座部的，然后僧团他们的长老被尊为阿罗汉等等。再有一个叫多闻众，所以西方的第二类人叫多闻众的僧团，他们所在的地区是恒河中游还有上游一带，比如说像舍卫城，还有鹿野苑，还有就是总之是佛陀曾经这个经行还有住席的这些地方。那这些地区就是恒河中上游一带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这里的僧团，这里的僧人大部分是传承自阿难尊者的持经者，所以他们很通晓像是四阿含啊等等这些佛教怎么说就是最早期的这些典籍，所以他们有很深厚的这种经典传统典籍的一种学习的这个传统。所以虽然说他们是相较起来比较喜欢传统的，但是呢，他们的见解是稍微的宽松开放的，就没有像前面的大德众那样的那么保守所以在这些地方的僧团，就是多闻众是相较见解比较宽松开放的。所以以上这几个说法这是现代学者依照着这个地方性来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和玄奘大师就是说主要在对于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个《异部宗轮论》里面所谈的四众的一些现代的解释。那么接下来我想讲一下，就是关于这四众呢，从我们藏译本就是藏传佛教里面，或者说藏译本，相跟汉译本的对照的一个说明，稍有一点不同。那么前面我们谈到玄奘大师他所翻译的《异部宗轮论》，里面谈到四众嘛，所以就是龙象众或者边比众，还有多闻众，还有大德众。但是呢，在藏文本的这个《异部宗轮论》里面呢，它是有这么一段记载就是总之分类有一些不同。里面提到随诵此五世者，称为上座龙、东方众与多闻众。
由于隋宋这五世，于是呢分立为大众部与上座部二部。所以从刚刚这一段是出自于藏文本的《异部宗论论》的这一段叙述中，你看到说里面只提到了三部众，就是龙象众，或者他这里翻译叫上座龙众啊，还有东方众，还有多闻众。所以看起来呢，好像是只讲了三众，不过呢，我自己来看啊，有一个想法是说，就是藏译本里面称为叫上座龙部。其实上座龙部哦，现在是好像似乎是把上座跟龙合在一起，这两部合在一起来讲，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拆开来讲，分别就解读为有上座部，还有龙象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汉译本当中就有谈到一个叫大德部嘛，那大德众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理解为就是上座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上座龙啊，其实就可以分为一个叫上座众，还有龙象众。上座众就有点像大德众。再来藏文版里面提到一个叫东方众，因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这个也会将印度东方的僧团啊僧众称为叫边比众嘛，有这样的传统说法。所以我觉得东方众其实它可以指的也就是边比众，所以这样子来对应啊，也应该说得通。但总的来说，我发现这个藏译本的《异部宗论论》呢是比较难以理解，而且这个文字上好像也有一些错误。所以以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就是当时依据的翻译成为藏文的《伊部宗论论》的印度原本的话就可以来再进行一次对照跟校勘。所以里面你会看到只提到武士，但是并没有提到大天这样的字哦。所以总之这里就提到说，呃，所以可以看到藏文里面就提到说，这是因为对于这武士这几部众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后来就分立为大众部跟上座部。所以里面好像看起来只讲到了三众。再来呢，我想看一下，介绍一下，就是在藏译的文献当中，关于根本部派分裂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说法。那么在译成藏文的文献里面它对于这个根本部派分裂的方式蛮复杂的，也就是在丹珠尔收录在这个丹珠尔的藏文文献里面呢，关于根本部派的分裂，它主张有一部的、二部、三部、四部，然后有这样子四种不同，大致这样四种不同的说法。那么，首先是主张根本部派是一部的这个说法，主要是有一位叫释迦光尊者他所写的《沙弥颂》里面的注释，这样一部叫《聚光》这部著作提到说，起初唯有此说一切有部一部，佛伯揭翻波涅盘之后，依于此部而出现了其余诸部。由于它成为那些部派的根本，因此称为根本说一切有部。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的说明，我们看到说，他认为最开始起初呢，只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或者就是叫做说一切有部一部而已。但是后来呢，在法王阿育王去世之后
其他的僧众他们以这种俄略的语言，就是所谓的方言啊，来读诵，所以就慢慢有分裂，所以才有更进一步的其他的分裂。但是最开始是只有这么一部的，就是说一切有部，或者它称为就叫根本说一切有部。다디 자외 되바 찍도 되벨로 그래. 다데네 자외 되바 니순 되벨. 那么第二种说法就 자외 되바 是 니순 主 되벨 张根本部 로데레야. 派是有로데 两部的这个说 데네 法。 다다 로벨 링덴지 这依据 제샤베 的呢 데바 是 타데 轻辩论 타데바 师所 쳬바 写的 넘버 异 쳬바 部 소아들. 分派解说。 데바 타데바 쳬바도 넘버 쳬바 사디 뭐네 쳬베는 또금 바르베나 위에데 비치레도가 또금 바베나 수 surdu surgü çeji şahit şahit dele debat hat yapar çabuk number şey yapar sunma do çe döndü token bawe nalı yede bir şey ta tig nalo le ya deba zawe deba kizu mendra sum sum bre 那么这里提到了松当三种这个松当堂不听分裂的nalo le ya 说 ne 法。第一 zawe 种说 deba 法提到说，你自己送bre 就是这看分裂成来送为两bre sana 两，ane 就是上个准备了有两部。两年的lo 提到说佛陀在涅槃之后160年，当时在华氏城这个地方有阿育王这个国王执政，但因为出现了一些有争议的法义，而导致僧团大分裂，当时就分裂为二部而著，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有这么一段记载。所以这段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阿育王那个时代哦，那么当时就因为对于法义有一些不同的争议，导致了僧团的大的分裂，所以就分成了二部，就是大众部跟上座部。所以同样像阿舍离无畏生密，他在《牟尼义庄严》这部论著中也提到说，他说。在《牟尼义庄严》中是这样子提到的，就投影出来的这一段啊。又毗难耶广释中说，能人之主波涅盘后100年，由于教法上的差别，最初分为二部，就是上座部跟大众部。所以这里分为两部的说法，就跟异部宗轮论里面所说的是一样的。还有我们从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里面也看到，就是他提到说这是上座部的传承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蛮准的，因为的确这是应该是上座部他们的一种说法的。同样的，这个跟异部宗轮论里面所说的说法也是一致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另外一部就是关于印度佛教史的藏文的著作，里面有提到说，是因为大天武士而造成了这样子的分裂。首先是有分裂为两部，之后又分为两部，所以按照这一部的佛教史，可以看到是一个特别的说法了。所以总之这里我们看到呢，这是主张根本部派为二部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里面就有两种说法的，这是其中一种轻辩论式的一种说法。
所以还有呢，这也是出自于轻辩论师所造的异部分派解说中的它里面的第三种说法。哈，里面提到什么呢？就是说，又有其他人啊如此说，就是这里的年份是不同。他说，从佛涅盘后，经过了137年，所以之前那个说法是160年后嘛，这里又提到说是在137年之后，然后接着原文说，作为一切善法对立面的恶魔波旬哦，现为比丘的形象，实现种种神变，然后此武士引申了僧团的大分裂。다는 파보 부천보다 동안천보다 다 된저 라서베게 다점부터 쇼데베 qab리야 아니 뒤딕도진 상보 탐지기 미디비 초도 교바스 뒤딕도 gelonga chajen zibe 준주다서 땡제는 싱아 긴두기 연천보 체바레스 所以 텔라야 他 아니 因为这武士 내덴 就 그 引申了 인도사 僧团的大分裂，이데바사 된저가 然后就 마랑도 分 데바 为 카시 叫做 총세나 上座龙部， 제제 然后还有名为可信的多闻者们， 사디 赞扬这武士哦， 뒤뒤도제 상보 所以就 소바 分裂 로다 为二 데려야 部， 아니 就是上座部 겨울치 跟大 광저 众部。 셔버레스 아니 데라 댄제는 데바 니수 케세 내덴베 데바다 페시베 데바 니수 케버레스 드네 소이 단디 송당데 가르 슈비는 디 송당데 아니 디 따라나데 야가 춘중은 나로래 디 송요 다디 那同样在 따라나 多 야가 罗那他 춘중나 的 가르 印度 송요 佛教史 나 当中呢，개롱가시 也有提 부시베 到类似 제라야 的 아니 记载。他 개롱 说在 상보셰샤 디 디도지 주바티데 숑브레스 디 总 아니 之，当时的僧众싱아 追随 용수 上座 다데 龙的一位 로자베 名为 야스베 可信这样一个比丘，然 데인두산 后宣 당부 扬武 당부 士， 따왕아 然后 생예 广兴 싱아 争论， 당부베 所以 생용예디 아니 4部 개롱 呢 가시면서 也逐渐开始分裂为18 이나 部。 다띠마 所以就说他们提到，就 차다다 说是 단계디 首先开始造成 방송 分裂是 기베 大天比 차다다 丘， 단계디 아니 但他 개롱 去世之后，大 상부사데레스 天比丘圆寂之后，出 상부사데게는 现了一位 타다 名叫 방세네 可信，或者说名为 싱아 贤善这样的一个 따왕아 比丘哦。 싱아 개롱 하시베 然后，싱아데 总之，据 캬블라다 说他是恶魔 덴제네 波旬的化身，有这样的记载。对，然后呢，由于他遍宣武士，引发广大的争论，所以导致了根本部派的分裂。所以，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里面提到的这一段内容，其实就是正量部的一个主张。 还有像在清史当中也有提到说，哦，轻辩论师他或许是主张，这是这种说法吧，就是他主张的就是正量部的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他觉得轻辩论师就是清史当中觉得轻辩论师主张的就是这个说法。但是虽然这些记录提到了一个名为贤的一个比丘，那我觉得他应该有其他的一个意思吧。 상부셰샤와사디 코란 다다 띵규르그 나로래야 다다 로빈인디지 제샤베기 슝코랑 나로를 뉴디조지 상부셰샤와사 셰샤와사디 민두가 뉴디조지 상부세하지 마 근데 인디 哦， 야 就是 마주 说， 록당으로 在 제샤베이나 就是뉴디조지 出现了一位名为 상부탐지기 贤的比 미디비 丘， 쳐도 줘봐 在一 상부탐지기 些文 미디비 献里 쳐도 面 줘봐 呢，就是 상부사디 名为 개와당 并没有这样的 딕비 名为， 쳐도 就并不说有一个比丘叫做 상부 贤。 탐지암 개와 탐지기 미디미 쳐도 교바슬라비 인도스타나 아니 딱고 독자 시비지 뭐 총거 봐. 개롱게 차지 진베스. 개롱게 차지 진베스. 라비스탄 따디고 그 캐주의 셰샤보마 더베기 민묘민도 삼사로치. 并 야 没有说他的 고와데 名字叫 냠베스. 贤啊，而是指这 뉴디도 就是那是一个形容词， 상부탐지기 这个 개롱게 贤它是 차지 个形容 고와데 词，而并不 상부마도베기 是这个 따디나로래야 아니 名词。 가르래 슝코랑기 찌들 제비나 민무스 마메베 소리도와 이내양 아주 所以从 되기다 文献当中可以看到说，并没有就是说名为贤，没有名为这两个字，而就是说一位贤善比丘，只是这样子。 데이야 데고 다 말해 쉬하면 도 이내야다 코랑 슝코랑 나올래야 뒤뒤도 상고 셰샤서 돼 민도와 아디 사무당 가지래도 삼사로스도
다 간다야 대반인 대벨로 와 대반인 대벨로 대 안에 몽그루베所以总之呢，以上呢就셰다지와 是 내레베 대베 셰다지 니슈 그래 主张根本部派为二部的 니니와로 说法，有依据两个部派的了，一个就是依据上座部传承的说法，还有刚刚也讲了，再来就是依据正量部的主张，但这都是出自轻便论师的一部分派解说中的说法。好，再来一个就是主张根本部派是三部的这个说法一样，也就是轻便论师他所造的一部分派解说中提到的第二种说法啊，提到有三部。 니버디 나는 싸워야 되고 순도 대벨로 차례 디나 가르소 셴이기 마와네 진행가마 这里提到 신데샤바 说，其他 싸워야 所 와는 说者， 순데 디다 其基 내내마 础如前 벤 所 임페 述， 제바 根本的 나마셰바 마와 分类有 샤발라 三， 순도 即上座部、大众部跟 다 分别说部 싸워야 等 되고 等啊， 순도 有这样的记 예다비 载。 전화 따라 나리 야가 추주 나로래야 那么，针对 균 根本 가자 部派 대패신비 为 대배 三部 순도 的这个 대시 说法呢，依 싸워야 되고 据多 순도 罗纳他印 예다비 度佛教 대패신비 史 대배 认为 순도 说， 대시 这个是 근데 大 순도 众部的一个传承的说法。 다 되게 싸워야 되고 순도 대배로 치 다 되네 타마디 싸워야 되고 싫은 대배 那最后一个是主张根本 싸워야 部 되고 派 싫은 是 대배 四 루텔이야 部的这个 야또 说法， 수도 안 문자로 지 这里面呢又 유아무자 有 상으로 들으지 니 소리지 大概两种不同的 지게 说法。 교활하이 루지 一个是依照了 교활하기 这个 대바차 调 대바 伏天的说法， 뉴버스 딱 가다 공기 주 他 다다 写了一 교시 部 답변 论著 누벌레 叫做 나로라 异部 탈레 差别 나로도 略 주 释， 대바차 대바 때문에 뉴버스 주 뉴샤 교시도 와 就是他 디나로라야 可以说 샹도 누블로 涉 콜라 略，就 닌지 是将这个 마와데 异部 샤발라 宗论论里 지제 面的内容啊， 콜로가 做 마도 了一个 수제 总结的这样一部 디나로가 论著， 다 里 쇼가 面 공부 有很多 수제 的 장교로 颂文 와지 啊，我就 너나 不全 디나로 部念。 마시바 总之， 사람이 里 니 面提 페이지 到 밑에 了 갈라 东西 아세 与祝 디방아 雪山 탄주 说出 예네 世部 샤발라 等等这样的 디스게 内 되네 容，主要就是说大 네데베 众部 대바 有 나세 五， 说一 대바 切 숨 有 몽그루베 部有 대바 나세 七， 대바 上座 숨 部有 숨 三， 너나 然后 싸워야 正 되고 量部有 싫은 대로 三。 먼저 보지 근데 송이 所以这样看来哦，他认为主张根本部派是有 당아서 四部的。 회래야 듀얼하게 룩이 대바 싫은 싸워야 되고 那么 싫은 在 대바디 藏地来 마샤가 说， 되지 용디도 와 这种 배나 调伏天的说法，就 뉴벌로세 是主张根本部派 대나로래야 有四部的 근데 说法 싸워야 是 되고 最出 싫은 名的。 캠비 대바 저게네스 譬如 법은 说， 대발리 乌巴 슈디 洛 셰바 斯 차고 他的 와스 综艺当中就提到说，此 나주디 处从根本部派分出 대슈 的18部哦， 닝부지 제래도 와 从四根本部派所 뉴벌로세 出的 대시 18部， 디나로데 송이 将依 다나 阿舍离调伏 신기에다가 天的论点来解 전환주 说。 주인기 同样，我们多罗纳 전환주 他印度 사람아 佛教史 그게 里面呢，也提到说， 등에 啊、 되지 등에 당기 줘야 쓰이디 위벌로세 쓰이디 되지 그봐 다른 나도 这里投 야가 影出来 취중 是乌巴洛 나로래 塞的综艺里面的内容啊，投影出来。再来，多罗纳他的印度佛教史里面提到说，再者，众多序部中都说根本部派为四，而且计算四部的方式也不是依照独子部、诸部的主张，而是与调伏天所说相符。因此呢，应该只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금센지 규딜 공도 샤리한테지 괜찮으시도록 규디디즈다 치즈 중보로 치즈 중보에 중디즈 자외 대바시 기술 손주자 치즈 중보 중지리 마콩도 요나지 괜찮을 차로 와다 라버틴사 심주버디즈 가져서지 켈링이 하고 所以这里说法是有一点奇怪，就是说，他说从众多序部中啊，都说根本部派为四，但是众多序部啊，序部是后期才出现的典籍嘛，用了后期的出现的文献来说，早期原始佛教的时候的根本部派来说分为四哦，这样的说法可能不被现代的学者所接受。但无论如何，就是说在藏地来说哦。 这种依据调伏天这位论士说根本部派分为四部的说法哦，是最著名的。所以这是四部分说法的其中第一个是依据调伏天的说法。再来第二个呢是阿舍离莲花这位莲花论士的一个说法。 他有一部著作就叫做《沙弥初年问答》。 这里面提到说，
说一切有部有四，大众部有六，正量部有五，上座部有三。那么只是呢，这个各大部派内部支派的数目不同，但主张根本部派为四部这一点啊，你可以看到说是相同的。Quran nangse yewa che dang la ya lodri kempo dang tuwa la tungu yaw ma ra ma to zawe dewa shingwen zindan pa chi tun dewe sorchi tende indu san da pyo le ya 虽然说里面内部支派的数目有一点不同哦，ha so re pyo 但 tuwa la 是就是他 tungu 主 le 张根本部派 zawe 为四 dewa 部这一 shingwen 点，跟 ma te 前面这个条幅天 che 所 ma 说的是 che 相 ma 同的。 an da na shin ya pyo ge sungyun chi kan ji yong de pyo ge ge sungyun le ya an dewa shibu zawe dewa shibu te da lu gyu da an ge da kwe ge che da 还有呢，藏传佛教还有一个说法，就四大根本部派，它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哦，就是主张四大教派依据这个师承、语言、僧群的尺寸哦，还有名字结尾的安立方式有不同。譬如说，说一切有部是传承自佛子罗睺罗，他们的语言呢主要是以梵语、天语来诵读。再来，他们的僧群的折数哦是25至29。再来，还有他们僧服都有一个标志，标志是乌巴拉花，是青莲花。还有说一切有部僧团僧众的名字结尾哦，大部分都带有吉祥，还有光，还有称，还有贤这样的词汇。譬如说罗睺罗吉祥，或者叫具吉祥贤等等这样的僧人比丘。再来大众部哦，那它有的特征是，它是首先传承是来自于迦叶尊者，他们用的语呢是方言，就是俄略语或者说方言来诵读，叫做阿波婆兰沙这样的一种这个语言来读诵。但在一些不同的文献中，对于他们是用什么语言来诵读有不同的说法。但这里我就用了其中一个，就是叫阿波婆兰沙这样的语言方言来诵读的。再来，他们的僧群的折数是23到27，僧服上的标志呢是法罗，然后他们的僧人的名字结尾都带有像是智慧的智啊，秘密密，还有藏或者星耀等等。譬如说，再来是正量部哦，它的传承是传承自优婆离尊者，然后他们是用毗舍遮的语言，或者说这个食肉鬼的这个语言来诵读。然后僧群的折数是21到25。那标志呢是有一种花叫苏利萨扎花，不是很清楚是哪一种花啊，但这里有这么一个记载。然后名字的结尾是带有名或者部或者介跟狮子这样的名称。再来上座部呢，主要传承自这个迦旃延尊者，他们的用的语言诵读的语言是族语哦，或者说就是当地民众的用的自然语。然后僧群的折数跟正量部是一样的，它的标志是法轮，还有名字，僧众名字结尾是带有天、生源、凯等等。譬如说有一位论师叫宝生源、般若凯等等。或者呢，也有以这个堪布清教师的名字为结尾的，譬如说大堪布吉护论师，他在藏地哦，就会他所传承下来的这些弟子后面就会有堪布或者清教师这样的名字为结尾的。空路都因呢呀，就对那把空的都要满着，是当民给过的是来样过，就兄是都上是民
这关于提到这些名讳上的案例哦，就是在这个经典文献里面也有这么一部典籍哦，是谈到这些名讳的案例，其实都可以去判断跟找到说原来它是出自于哪一部的，是有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说法。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这里四大部派哦，它无论是语言的使用上、师承上，就是这里说叫诵语言，就是他们在诵经时候所用的语言，就是诵读的语言，所以会看到是有不同的。还有再来名称、名字、名讳上也不同等等。好的，那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那我想就先讲到这里吧。